冇錯，今日又係難得嘅愛景日，因為想快手啲剪完條片呢，我 intro 都唔放入嚟啦。大家都見到啦，呢度係會展，咁我就係 Day 0入咗嚟動漫節嘅，而家就即刻帶大家睇下有咩精彩嘢。但係提翻先，因為今年呢冇Gundam World Cup啊，咁所以想睇神人高達成品嘅話呢，今年就真係要失望啦。今年係最大嘅動漫展，有 Hall 1、Hall 3同埋 Hall 5，我哋而家上 Hall 3先。至於 Hall 5咧係 cosplay 專區嚟噶，咁今日就未有嘢睇住。By the way，今年入場咧應該係引入咗呢個人面識別技術啦，就應該係我影住嘅呢一部機去做啦。上到 Hall 3最重點嘅一定係呢個爆旋陀螺嘅 booth， 到時會展示翻 Ultraman 同埋 Eva 亂食嘅部件。現場咧其實仲有個盤可以即時對戰，睇下大家會唔會帶埋自己嗰隻陀入戰機啦。行去隔離咧就係 MTG 嘅攤位，今次主打 Marvel 系列嘅遊戲卡。雖然 MTG 喺香港暫時就未有 Pokémon 同埋 One Piece 咁 hit 啊，但係始終都係元祖級嘅卡牌巨頭。嚟緊 MCU 電影會出 Spider-Man 同埋 Doomsday 啦，唔知憑住呢個勢可唔可以成功打入香港嘅主流市場啦？喂，有興趣嘅話，現場咧係會介紹埋玩法嘅。再隔離就係 Sereno 嘅精品區，咁我相信我嘅觀眾咧就未必個個啱呢一味嘢，但係如果你係陪女朋友啊，甚至帶女女過嚟呢，咁呢度可能已經係一個重災區嚟㗎啦。去到呢個世代，扭蛋機就當然唔少得啦，呢度就有成個專區俾大家試下手氣嘅。其實 Hall 3都有幾多本地嘅元素，譬如鐵人兄弟咧嚟緊會出新嘅小丑系列，現場亦都擺咗好多超靚嘅灰模 figure。我覺得今年 Hall 3咧比較啱翻有啲咁上下年紀嘅朋友行，因為好多古早味嘅玩具啊，細心啲揾嘅話，分分鐘會揾到你當年嘅怨念物或者心頭好，有啲舊到連我都未必認得到，咁大家睇下畫面感受下啦。除咗買嘢，現場仲有收藏家會公開自己嘅珍藏。畫面嘅呢位 William， 其實佢就係怪誕城之夜玩具精品收藏量最高嘅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佢亦都會即場分享一啲極具價值嘅珍藏嘅。除咗外國嘅產品之外，日系嘅產品當然亦都唔少得啦。哇！你睇下呢啲真係好有年代感啊，大佬！另外仲獨立有一個攤位間咗出嚟，就係彭順導演嘅收藏。呢兩隻咁有年代嘅高達模型啊，真係堅啊！話說回來，其實呢隻 MG 嘅悟空我以前都買過，但係唔知已經俾我塞咗去邊。見到個盒咧，又開始諗翻嗰隻模型啊。Hall 3仲有另外一個重點嘅，就係本地漫畫家嘅攤位。咁雖然都仲塞緊場啦，但係睇翻資料，人腳都幾齊㗎。有何志文、賴叔叔、Penso、湯世傑等等都喺齊到。大家有興趣嘅，記得要過嚟支持下。去翻個重點啦，我哋落翻 Hall 1。我影呢個位咧就唔係因為我對港動漫有咩偏好，單純係想感慨一下以前 Gundam World Cup 就係擺呢一個位啊。我喺一試入去，經過咗港動漫之後，第一個見到嘅就係 T-Spark 嘅攤位，佢哋用咗同 Good Smile 聯成打造嘅獸王武神做生招牌。嗱，俾少少現場嘅狀況大家睇下先。其實好多攤位嘅巨型 Pops 同埋 Figure 都整好晒，但係講到上架嘅成品展示就講緊都係得3-4成左右嘅啫。所以片入邊就真係影唔晒所有嘅 item， 但係至少今次會場限定嘅王者艾克斯凱撒同埋飛龍凱撒都仲影到俾大家睇嘅。仲有隔離嘅重裝長牙絲。索斯機械獸呢個系列雖然我冇玩好耐，但係而家出翻嗰啲呢，睇嚟真係型仔咗唔少。絕對唔可以唔介紹，當然係 Hall 1最重量級嘅攤位 Hot Toys。你睇下佢哋仲要整埋 Doomsday 嗰個倒數計時。重點商品之一，我獨自升級嘅主角成疾宇，果然名不虛傳啊嚇，個下巴比動畫仲要尖啲添。仲有蝙蝠俠黑夜之神嘅小丑 2.0 喺動漫節首度亮相，兼且率先接受預訂。隔離死亡擱淺2嘅主角 figure 亦都係動漫節首發嘅預訂嚟嘅。Hot Toys 都有呢個核心電鍍版嘅 Iron Man Mark 7，佢亦都同樣地做到外層做透明件，但係內層配套翻唔同嘅金屬電鍍色。現場仲好醒咁樣正反兩面俾你睇晒，但係審美觀呢啲嘢就好主觀嘅，我覺得正啫，就未必人人會欣賞嘅。嚟緊就會上蜘蛛俠電影啦，咁 Hot Toys 點會放過自己發家嘅呢個 IP 呢？ Hulk、Punisher 同埋 Spider-Man 嘅 figure 都一樣有喺度展出，亦都可以喺現場預訂。最尾仲有蒙面超人 Black RX 系列3個形態出齊，呢套產品咧網上討論度就極高噶啦。我自己睇翻實物啦，我都覺得幾靚仔嘅。最緊要佢連架電單車都出埋啊嘛。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不滿佢條褲變咗皮質地啊，又或者腰帶嗰2個圓圈縮咗水啊，咁你都大可以唔買嘅。咁無謂使錢買件嘢令自己唔高興啊嘛。
不過話說回來，我獨自升級今次好似都幾重頭戲，因為我見到好多大型 Pops 咧都同我有關。如果你覺得 Hot Toys 嘅 Marvel figure 已經好貴，今次動漫展咧就絕對可以突破你想象啦。呢隻用 Swarovski 水晶砌出嚟嘅 Captain Marvel， 我冇記錯咧，佢應該係要成9皮嘢噶，而呢隻蜘蛛俠咧仲要誇張到25萬。最後咁當然係要睇埋 Bandai 高達嘅攤位啦。今年主打咧就唔再係 Bandai 高達模型，正面咧雖然用咗元祖同埋紅渣做門面，咁但係 Assemble 戰旗嗰個版本嚟嘅。雖然而家入唔到去，但係已經見到戰旗係擺咗喺最搶眼嘅入口位。咁我收到風咧，轉個彎入去其實有少少驚喜，不過呢樣嘢咧就要留翻俾你哋自己買飛入場見識啦。至於攤位嘅背面咧就以30 minutes 為主。其實呢個系列咧日本都幾 hit，只不過香港少啲人玩。我自己都買過2隻 MF 翻嚟砌，係幾過癮嘅。遲啲有機會拍片同大家分享一下。睇完佢啲靚展品攤位，就當然要睇下有啲咩買啦。限定嘅商品咧，之前喺 Facebook 嗰度已經 post 咗啦。而家現場可以睇到實物，都係一啲彩透版或者變色版，吸唔吸引咧就見仁見智。但係如果你想買嗰隻 MG 嘅 Cross Contrast 嘅話，第一個建議上網揾第3方水碟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追求原汁原味嘅，咁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用水貼膠水，呢個係我嘅實戰經驗啊！除咗一啲限定商品之外，其實現場反而有啲現貨，我覺得幾吸引嘅。Eurogun 嘅 Volume 3盲盒咧，今次喺動漫節優先發售，呢批嘢咧係真係幾 Q 嘅。另外 MG 版嘅鐵球卡版同埋 G 戰機嘅模型，我自己都覺得係幾正。新舊嘅2隻 FA Double Zeta 竟然勁過日本2隻同價，問你死未？女方面咧，凌波麗都有貨，目測現時限定貨源幾充足下，都唔使太急住入去搶嘅。主打基本上都介紹完，剩低就講啲我自己有興趣啲嘅部分啦。黃易嘅小說同漫畫今年一樣有個幾大嘅攤位，始終都係嗰句，好可惜嘅就係佢未寫完最後一部小說就走咗啦。但係《福與花環》同埋《大唐雙龍傳》呢，嗰本小說我自己係翻睇咗好多次。除咗大廠之外，現場仲有啲本地嘅玩具設計，我自己都覺得幾靚噶。好似呢個九龍城寨嘅場景套裝，雖然要自己喐手砌，咁但係佢包埋 LED 燈喺入邊，200零蚊一套，我自己又覺得幾吸引嘅。Hits 嗰邊咧就出咗隻真31嘅 figure， 我見到隻3號機咧真係覺得幾震撼，2000零蚊有咁多配件，不過買之前咧你就要諗清楚到底屋企仲有幾多位可以放得落佢啦。大家又知唔知道神展其實係出咗香港版呢？嗱，我啊特登問個店員，個帽櫃係同普通版完全一模一樣，香港版上面就印咗香港嘅城市景啦，原本呢個位咧就係印住究極2個字嘅啫。除咗香港版嘅神展之外 ，BMC 黑線刀手打版亦都推出咗一套8支嘅套裝，每場限定60套，計翻開大概唔使200蚊一支，我自己都心動嘅。另外仲有款打磨面嘅毛巾，唔知大家又有冇興趣啦？By the way，呢個攤位對面就係福姑嘅位置啦，咁大家行開過去，亦都記得順手望一望。Airbus Toys 亦都有出 Keroro 嘅 figure， 賣相靚仔嘅，但係唔知點解又硬係少咗 Dororo， 佢係咪真係咁冇存在感啊？另外今年卡牌嘅攤位咧，亦都算做得幾多嘅。Saka 呢一邊除咗有遊戲王之外，仲有 Ultraman 同埋 Marvel Hero Rush 呢一批貨係今日 Day 0嘅時候先新鮮熱辣到香港嘅啫。另外仲有 Disney 嘅洛卡納卡牌，嗱呢度有幾套咧，其實已經絕咗版，但係會場竟然仲有存貨可以買得到。現場除咗有比賽之外，亦都有職員即場教大家點樣玩嘅。咁當然亦都唔少得高達嘅卡牌啦。唔知點解入到嚟都見到 KFC 呢個紫色嘅包，喂，我真係搞唔掂啊，大佬！另外我仲見到現場擺咗 Brown Dust 嘅 cafe 場景，咁 fans 嘅話就記得去打卡啦。最後一路送翻啲 fan service 俾大家，其實講多少少嘢。今次我第一次用 Pocket 飛拍片，咁鏡頭運用好似都有啲太快，下次呢，我會研究下點樣進得再好啲噶啦。以上就係2026年動漫節 Day 0嘅狀況。咁我覺得今次嘅展品呢，對於有翻咁上下年紀嘅玩具迷嚟講，應該有多啲驚喜。Day 1我都仲有可能有一日長補翻一啲商品嘅鏡頭，但係就未必加落呢條片度，可能遲啲喺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嗰度再 post。希望呢條片要幫到大家預先了解到今年動漫節入到去可以買啲咩，始終殺到入去時間賺金錢啊嘛！祝大家買到心頭好，祝我軍武運昌隆。嚟緊下一條片呢，就係8月份嘅再版模型情報，今個月嘅款式實在太多，剪片剪到呢一刻呢，我估條片好大機率要超過1個鐘噶啦，即係資訊量爆滿啊！所以大家唔好介意條片長咗少少。我係肥宅模型，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 ，peace。